写的宣注的，就是《入菩萨行论》。但这个这把波的呢，从嘛写的有这个，这是全部写完了的。作者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是佛子洗完了。但呢，空写的呢，这边呢，他们这样给编制的演讲，但呢，难给原点的，要把手机个号码给我写呢，但呢，把哪两张个难度罗马不有下来。他呢，从外向上来讲的话，是了知一切学处的这个大班智达，但是他内在的功德呢，却是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在那南陀学院待了很多年。他呢，主要他的难看的破的他呢啥时候演的拍出来？然后呢，他得到了成就以后，就上升到了空中，去到了其他的地方。他呢，马配个广场了，宣传的那连着给罗马做嘞，干囊有的。在他没有去到其他地方之前，就把这个《入菩萨行论》给那南陀学院的这个弟子们进行了这个讲解。那我都写了那个给马日就马来自己有的没办法把都写写啥的，当然了送啥这的，当然不是了。然后就讲到了这个智慧度的其中有一个寄居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时候他就上升到空中，然后走了。他这个用的马吉写开始呢，他呢用的呢是哪把三级比单把用做给这把人。那么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这个正文，从一般概念上来讲，这应该是整体佛教上的这个讲解。这个呢，多贴把全部给狼人人。这是大乘的这个道的次第。但是这样，我们参照吧给狼人人。这是中观应成派的这个道次第。但呢，狼人啦，对恰当没恰你这里路所有的，但呢对恰这的宣传这个做起话，他当个最初浪的种的，撒当波马头就把个娘人的做些学的，这个狼人对恰些学的，我们就把这个撒托车呢。상지게 사이 버지 냥는데 또 채와 시슈래 대이처나 라는 매차 세슈래 대宣주다 오만 주바 닝게 대네 태바 첨보함 오마 탄지비 라는对차 매차 차상지 세슈래 那么关于到这个中观应成派的道次第，一般的说法呢，可以把它分成上半部和下半部。那么所谓的上半部呢，其实就指的是从现在我们这个修行阶段开始，一直到证得初地之前的这一阶段。那么其实主要就是今天这个入菩萨行论所讲解的。那么所谓的这个从初地之后一直到成佛之间的这个下半部的这个阶段呢，主要是由入中论来进行讲解的。所以呢，就是入行论和入中论这两部论就整体上完成了这个中观应成派道次第的上半部和下半部。这里电影的当这个呢，现在做的上去就参了么这些，但是上去就参了么这些就点呢。리비드게 상지 초마게 냥len 대주 마옴바나 상지 주 소요나 대소 초마게 냥len 대조 그주 조래 되네 다디 상지 탐제고 근데 냥len 주네 상지 순도게 되네 상지 탐제 드사게 람보체 쳔보데 덴준데게 예슈레 다 되다 되네 예진지 노르버는 뭐지 장칩지 샘데 예진지 노르버는 뭐지 답이 있나 디 저자 땜비 덴준데요 예진지 노르버답이 인세 되네 던라고 그때 되네 자가르다 더 정말 건보 있어다 근데 망보 해서요래 那么在这个入行论的这个论当中呢，主要讲述的内容呢就是菩提心大宝。那么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大宝是过去一切佛所实修过的，未来一切佛所应该实修的，也是现在一切佛依于实修这个菩提心大宝而成佛的。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大宝就像是这个如意摩尼宝一样的。那么能够讲述菩提心大宝的法义的这样一部论，也应该像是如意摩尼宝一样的。那么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论呢，在印度啊，在藏地啊都是非常少见。
다티 마시에나 동봉고라 벽 배작은 자그르게도 제요래 되니 자그르기 디그나네다 자가르라 데코로 용서 잡아 게리 참보 예 세주주여데 단데 키반 남지 레버저비 게제왕도 시네 자그르지 키바 대속이 되네 레버저 야부 지야도 게데 되네 레버저바데 상스거다 세주데레 那么在这一部论一开始的话，因为这个翻译的原因呢，在前面就放到了这个过去的梵语的这个发音。那么在过去的印度呢，主要有四种语言，其中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梵语呢，就是过去的智者们、大善巧者们他们所非常善巧或者说非常精通整理的这样一种文字，也叫那个Sanskrit。第一个呢，denjun的名道文的摩的萨多扎拉阿瓦达拉塞吉德热西。它的翻译发音呢，就是看播刚才那个翻译发音。对别个的吹就是讲呢，上去先必须把人就把塞来热西。它的藏语发音呢，就是刚才看播念的这个，想修森巴谢巴拉居巴这个发音，汉语的意思就是入菩萨行论。这等于我了，这个是跟着我就雅古里就参的呢，跟着了新来全部有吧，但呢。你把当毛加上上节动，咱你不他们这，但呢多几天就报了，我们做把上节呢，跟的了，但呢确实可能个人就完了，说把但这个新来全部有的，我做个主了，跟那个新来就给把当，但呢毛把呢我做样上节呢，跟的了，但呢确实可能个人把钱着我的主了压着对了，把钱就给把当，但呢等着我给几个头了，一个人有的有呢。但我做个大门西巴因巴啦，去别个的日话的家政去上上些呢，老早啊个家政准备给把他记得，给把算有比吃呢，但餐的这个就给些呢就也有人些。为什么放这个梵文在一开头？因为这个作为这种梵文或者说梵语来讲的话，加持力是非常大的。理由在哪里呢？因为衔接的千佛他们全部都是使用这个梵语来进行法轮的这个。在转法轮的，所以说呢，之前在最开始放这个梵语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得到这样的加持，我们的心相续中能够得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加持，而且呢，未来呢，我们也因为成佛以后要用这个梵语来转动法轮，所以呢，现在给我们帮助在我们相续中间安置下这样一个习气。那当参个等到的呢，想着是吧？呢？长期了过去了，帮家真你相信，元旦团结都是出边了上出来。但是在三八西巴给找到这问题，上去三八的初浪的种的三九比八个，但是长期就光帮托比切的，浪准的看给刚啥的了，但是三八西比找到这种的上去三八的浪准的比刚啥的了过去了。但是这个西巴些问题，三八上去做的三西巴当。joa parodo shimbachu nyams lemba tabte digi shebare tene tela juba se onde shanchu sembe shebate joji tsor sene tenjun di kapsu hyeji shanchu sembe sheballa chenre juguna jutsu grambate tenjun dikgone temba yemena tene shebala juba zire。 那么在这个题目中间讲的是入菩萨行论，那这个菩萨其实如果从全字来讲，应该是菩提萨多。所谓的菩提是什么？菩提指的就是佛，因为他已经断了一切所能断的，证了一切所能证的功德。那么具备圆满的断证功德的呢，这只有佛陀。那么后面的这个萨多呢，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从自量道开始一直到十地之间的一切的这个道的修行者。那么菩提萨多合在一起就是菩萨，那就刚才讲的就是菩萨的意思。那么这个行是什么意思呢？行就是这个菩萨他从最开始的这个发心修行，然后到过程中间一直所做的各种各样修行的行为，就是行的意思。那入是什么意思呢？入就是本论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如何进入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菩萨行之中的。所以呢，这就是对这个题目入菩萨行论的简单解释。네 디워도 상제다 상주 셈바 탐제라 상찰로 세와주래. 단데 벽에라 추주는 게 로자와 돼서 그저 이야기를. 되네 상제당 세운데
Buddha seju dike tene pama phusu chobalan juju tang toba phusu chobalan juju ni yoju de ta pyoke ke thone nyaga ya ten to be one de se de sang seju de maripala soba sobi nyele sangwa de pama phusu choba ten ji serwa de ke yeshida yen den ji ba de toba phusu choba ten de zobi sanjila koju shibare de dang tene chanchu semba sena tene tarida kodon hanam jibare hanam jina kodon jibarong re te yin semba seju de sik reba da sina tene chanchu je sheba chanchu je gongpang tobi che de tene di sheba shakawa namba na zo pena semje ji de rang so tong ge bala so ba tene ge de la ya semba me jem pena semba we na semba seju ra bo ta tene ge kodon ju re te thamje la go so ge ba chen be shang sa lo sene ge jorwa bo lo za ba de ge shang sa so re。那么第一句话呢是顶礼一切佛陀和菩萨，那么这个呢主要就是那个翻译的时候呢译者所加。那所谓的佛陀呢，就是他具足了断功德和正功德这两种功德的这个圣者的这个称谓。那么在藏语里面呢叫桑杰。那么这个桑呢主要代表的什么？主要代表是从无明的这个睡梦中间已经醒过来。那么杰代表的什么呢？智慧已经广大，已经得到了正悟。所以呢，这就是把这个佛陀的这个断正功德完全在一个字里面完全能够表示出来的这样一个名字。那么菩提萨多呢和刚才是一样，菩提呢是刚才那个意思，萨多呢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他能够行持一切非常难以去行持的这个菩萨行，甚至是为了利益众生也可以舍命，他也有非常大的勇气去做这样的事情等等，类似这样一个强调他的这个勇往直前去行的这样一个萨多的这样一个理解。那么顶礼一切佛陀和菩萨的话，这主要就是这个翻译的时候呢由译者所加的，他们所做的这个顶礼。这样多的给说他们这了上级上线了上次个是别个家务的时候给干能也有嘞，但是台上他们现在选用的样多的这吧印的上级上线了上次了是得加速嘞。那么如果是在这个显教的这个作品之前，或者说经藏的这个作品之前的话，在当时在翻译这个经典的时候，由这个藏王嘛，他做了一个统一的安排。如果是经藏的话，之前一定要加上顶礼一切佛陀和菩萨这样的字句，让大家都明白这是经藏。所以呢，在这一部论属于经藏的这一部论的前面，就放上了这样一句话。那如果是论的话呢，就要去顶礼这个文殊菩萨；如果是律的话呢，就要去顶礼一切智。